现金贷款条例敢会加速法人也是好业人收钱买这个好业厝，也就是好体。依照实价登录，去年10大好体这个交易排行榜有超过一半无贷款，拢是用现金买。去年上大比例买卖是13亿7千万的现金，这是创下实价登录以来上悬的成交总价。 若要讲上好业，咱第一上深的，就是买厝唔免落贷款。伫咧台北松山区的高级好业厝文华苑，去年由龙岩李世聪家族的凯瑞物业买落来，外界拢伫咧要是李世聪早囝出手，以一平244万，拢总13亿7千万的现金甲买落来，是2020年实价登录以来上悬成交价数。也毋过搬现金甲厝合登去的唔能去。 来看去年10大好业厝交易排行榜，第一名是周杰伦马大未来信义联勤，总计4亿1平260万成交，是一个女士无贷款甲发动起。第二名是嘉玲张清芳嘛买过信义区联合第一，以1平255万成交。牵就第三名尚德苑，总计8.2亿1平250万，买的人阁是家己人。轮胎温彦良后生，南山人寿当做温宗尧，用投资公司的名义无贷款甲买动起。去年10大好业厝排行榜就超过一半是无贷款，全部拢是用现金价发动起。在这个现金支付的部分，它可能考量的就是它基本上是以资产为主。那另外的话，它可能在这个资金上面，它需要找一个比较稳固的标的来投放资金，所以它对于这个贷款的这个依赖的比例呢就没有那么的高。那因为豪宅它的这个总价通常都会在2亿以上，那确实是如果你有大笔的资金需要做停放的话呢，豪宅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。去年一直升息。 央行继续限制好业厝贷款的成数，互民众拢用现金来买厝，降低风险。不过随平均贷款条例杀出来，司法人买好业厝5年内袂当依准的限制，安尼一个北买好业厝的人敢会变少？那目前看起来确实是有一些买方他都处于这个观望的状态。 专家认为，平均贷款条例有可能影响到好业厝的交易量，今年可能袂阁拄到用现金合厝的人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